的运行在这里。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就能够享受神丰盛的同在。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敞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那样丰盛的恩典、丰盛的医治、丰盛的安慰，甚至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力量，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。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、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父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欧米伽，你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存在的全能者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更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圣洁尊贵的羔羊。主，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不单单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到这里，主啊，我们更是以祭司的身份要站立在神里的殿中。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工作上面，我们在家庭当中，甚至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面，神啊，我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。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依靠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依靠了耶稣，我们如何在这些事情上面靠主刚强站立，过得胜又得胜的生命。我们将这样子当作最美的祭物献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要以祭司的身份，我们要握起祷告的权柄。我们要以祭司的身份，当我们今天在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拿出神给我们的信心，是那个坦然无惧的信心，来唱出我们对神的敬拜跟赞美。神，我们要献上我们全人全心的赞美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扬声欢呼赞美，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，欢唱哈
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奉献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，扬声欢呼，扬声欢呼，赞美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欢唱，哈利路亚，来到主宝座前，称颂赞美他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进入神的面前。你是创造主，更坚定的对神说，你是新拯救，哈利路亚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，将最大的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你是我们荣耀的君王，你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君王，你更是战胜死亡，在死亡当中掠夺这些的得胜的君王。主，我们要更坚定的来唱这首诗歌，来荣耀你，来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。哈利路亚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和平之主，你是天地万有主宰。
来念启示录5章12到13节，我们一起大声的说：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说：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，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他配得我们的赞美。荣耀
座前，昔在今，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，坐在宝座上，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权势，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是万军的耶和华，